来看消息，今仔公布去年10大违规的广告，大部分拢是因为强调医疗效果甲生理功能，其中连续2档拢违规的一款顾骨头的健康产品是罚款上千万，广告的代言人桂子钿嘛罚款216万。113年度在所有的食药违规广告里面呢，裁处的件数是8006件但裁处金额是3亿7765万元。那相较于去年112年这个裁处件数是11526件降低了这个2520件这个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应该是在我们113年食药署做了一个广告处理的公式，裁处的公式就把这个广告的情节跟代言的状况纳入计算最高可以乘以3倍所以有达到了一点吓阻的效果了。烦恼民众的防骗小数是有设置违规食品、药品、化妆品广告民众的查询系统，加食药碰风广告的专区让民众要买物件的时，会当先去查看卖的。